31日伫北区和顺里活动中心有一场公益关怀活动，对象是台南市绿色家友、市府社会局甲自然基金会、携手台湾武庙志工协会，结合台湾地文化协会、台南市兴盛协会、盛旺商旅、盛和大饭店、府城胸腔疾病学会、台南市立病院、瑞声光电等团体共同来做爱心。消费这个物件是希望搁较侪人来关怀，互这个物件吼，愈有一个大家互伊热忱啊，希望大家共同来做这个消费好事。台湾志工协会，阮有关理事长有关到迄个牛头牌玉米酱，还有一个每一个街友拢一个红包1000块，还有这个街友一个衫，背心的衫。阮希望借这个机会呼吁大众然后这个机会共同。来支持咱这个台南市街友尾牙活动照顾咱这街友。盛和盛旺是第1年参加社会局的活动，但是以往来讲，我们对于社会局跟社会关怀的部分来讲，我们都很有心，想要不遗余力想做。那当然这是个开始，那也抛砖引玉，希望以后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参与。副市长赵清惠也专工来到现场，慰问关怀寒暑朋友，也向所有协助的爱心团体表达感谢。春节前来提供比较好的这个照顾活动，来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连结，可以来度过所以特别感谢我们今天赞助的单位包括咱的张执行长也有在现场，蔡董事长今天有代志就让过来还有我们武庙志工协会咱刘理事长，还有很多这个茶文化的卢理事长。还有我们的这个李总啦，黄总，刚刚的曾理事长，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服务来让我们的街友可以在过年前得到更好的一个帮助跟协助。即将是龙年的到来那我祝各位在座各位兄弟姊妹，咱伫台南社区安尼拍拍走、卡拍够不管你是伫咱咸南街重建中心，或者是我们东风地下道，或者是在台南的每一个点公园的每一点，或者是在某个的骑楼底下今年龙年我要祝大家规年拢健康，规年拢平安为何这场围炉活动更有欢乐团圆的气氛？市府社会局也特别邀请乡韵民族乐团、幼民国乐团、亚运二胡乐团来表演，更邀请到书法家陈义仁现场来写毛笔，希望造福家友更加侪关怀甲支持。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